7月15日，陪你讀新約，使徒行傳14章1至18節。在以哥念傳道，二人在以哥念同進猶太人的會堂，在那裡講的，叫猶太人和希臘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順從的猶太人慫動外邦人，叫他們心裡惱恨弟兄。二人在那裡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膽講道，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，證明他的恩道。城裡的眾人就分了黨，有附從猶太人的，有附從使徒的。那時，外邦人和猶太人並他們的官長一齊湧上來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頭打他們。使徒知道了，就逃往呂高尼的路斯德、特庇兩個城和周圍地方去，在那裡傳福音。路斯德城裡坐着一個兩腳無力的人，生來是瘸腿的，從來沒有走過。他聽保羅講道，保羅定睛看他，見他有信心，可得痊癒，就大聲說：你起來，兩腳站直。那人就跳起來，而且行走。眾人看見保羅所做的事，就用呂高尼的話大聲說：有神藉着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了。於是稱巴拿巴為宙斯，稱保羅為希耳米，因為他說話領首。有城外宙斯廟的祭司牽着牛，拿着花圈，來到門前，要同眾人向使徒獻祭。巴拿巴、保羅二使徒聽見，就撕開衣裳，跳進眾人中間，喊着說：諸君，為什麼做這事呢？我們也是人，性情和你們一樣。我們傳福音給你們，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，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。他在從前的世代，任憑萬國各行其道，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，就如上施恩惠，從天降雨，賞賜豐年，叫你們飲食飽足，滿心喜樂。二人說了這些話，緊緊地攔住眾人，不獻祭與他們。